時時好動態，行動是要在陽光中趕走苦惱失敗。全人類也越界，舉起手反對自我被活埋。為何脈搏極快？原來受那豔陽所敗，擺一擺也不壞，投入活躍地帶，應該將盔甲換上穩高肽。一到夏季，氣勢升高，這個夏季都似力似刀。當氣候跳升100度，我着實在好。One, two, three.